大家好，搬嚟英國就好似打機打緊個新 level 咁，雖然好興奮，但亦都好攰。如果你發覺仔女有啲改變，例如成日好攰，容易發脾氣，或者集中唔到精神，就好似想放鬆嗰陣，個腦仲考緊數學咁。我哋通常形容呢種情況呢，叫做孭住個好重嘅背囊，入邊裝滿住睇唔見嘅煩惱。今日我想幫大家減輕呢個負擔，我收集咗一啲家長成日問嘅問題，同大家一齊睇下答案啦。第一題，呢啲係咪只係過渡期呢？我哋需唔需要叫佢哋堅強啲就算呢？喺香港，我哋好多時都好着重成績同埋身體健康，我哋可能覺得要收埋啲感受先至叫做強者。但係喺英國，醫療制度視心理健康同身體健康為同樣重要。如果你仔女發高燒，你會帶佢睇醫生。如果佢個心好翳悶，或者個腦停唔到落嚟，其實都係一樣。主動求助並唔係軟弱，相反係勇敢嘅表現。第二題，咁應該由邊度開始呢？其實唔一定要即刻睇醫生嘅。喺英國，學校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援來源。你可以鼓勵你嘅小朋友喺學校揾一個值得信任嘅大人 （trusted adult），例如佢中意嘅老師、社工或者係學校護士 （school nurse）。家長 tips：你唔使等學校揾你㗎，你可以主動聯絡學校，揾負責福利嘅職員、學校輔導員或者學校社工。佢哋好多時可以喺學校安排輔導，你哋唔使周圍撲㗎。第三題，咁我哋幾時需要睇醫生呢？如果學校幫唔到手，或者情況比較嚴重，下一站就係揾 GP 家庭醫生。你可以幫仔女預約，醫生可以轉介佢哋去專科服務，叫做 CAMHS 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。我知道好多家長會擔心語言問題，你可以帶一位可以信賴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去。佢可以喺度支持你，亦都可以協助你溝通。請記住，你亦有權要求安排廣東話傳譯員，係免費嘅。同埋，除非涉及安全問題，否則你向醫生講嘅嘢係絕對保密嘅。第四條，到時我仔女唔肯同我傾，咁點算呢？有時年輕人，尤其係青春期嗰啲，未必想同我哋做父母嘅面對面講，呢個係好正常嘅。喺英國有啲安全匿名嘅途徑俾佢哋求助嘅。Kools.com 係一個專門提供心理健康資訊嘅一個免費安全嘅網上平台。Childline 08001111亦可以俾佢哋同埋輔導員保密傾偈。另外，好多地區嘅 camps 其實都接受自我轉介 （self-referral）。你可以上網查下你住個區需唔需要經過醫生轉介。如果你嘅仔女滿咗16歲，佢哋甚至可以自己上網報名 NHS Talking Therapies， 連醫生都唔使見。最後請留意呢度。如果你擔心仔女有即時需要，或者處於情緒崩潰嘅邊緣，打111，可以直接同專業人士傾。如果有生命危險，打999或者去急症室 A&E。喺呢條路上，你並唔孤單，無論係老師、GP 定係熱線，支援一直都喺度。等我哋一齊幫小朋友放低個重背囊，令佢哋可以輕輕鬆鬆咁行之後嘅路。